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梁麗麗。今日我哋受到一股達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所影響㗎。喺度提一提大家，強烈季候風信號係現正生效㗎。我哋一齊睇一睇出邊嘅氣温，喺今朝早6點零鐘，各區嘅氣温普遍係介乎喺21到23度之間。咁同琴日同一個時間去比較普遍都低咗3至4度㗎。加埋吹住啲大嘅東風感覺都涼翻唔少。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就可以見得到一道雲帶都係覆蓋住喺華南地區㗎。咁喺日出之後我哋喺維港望出就見到係天色比較暗一啲咯，而且都蒙蒙地啊，能見度唔係咁高喎。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咁樣嘅，就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上局部地區嘅能見度係較低㗎。日間嘅氣温會徘徊喺24度左右。咁風方面就會吹清勁嘅東至東南風。離岸同埋高地係吹強風㗎。而至於嚟緊嗰幾日天氣我哋就預計而家影響緊我哋嘅偏東氣流會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咁同時沿岸地區亦都會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咁所以天色會係逐漸咁樣好轉啦，而且天氣都會幾熱下㗎。咁所以展望方面我哋就預計未來嗰幾日天色都會唔錯啦，部分時間有陽光，而且天氣會係炎熱㗎。今日天氣就講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日，再見。轉頭翻嚟有另一節 Now 早晨。